去內地旅遊、探親，如果遺失回鄉證，未出發到中國內地前，應該最好把回鄉證用手機拍下來，存放在手機內。身處國內萬一遺失，憑着存放在手機裡面的回鄉證照片的數據，可以去申請辦理臨時回鄉證。除可以在各口岸中旅社申請辦理服務之外，還可以透過微信或支付寶內的搜查移民局12367應用程式來申辦電子臨時來往內地通行證，有效期為7天時間。以下用微信申請方法，請打開微信，按發現，選小程式，然後按入，在搜索小程式輸入12367，見到移民局12367程式，然後按進入，在政務服務平台選擇中國公民服務，然後按入，在中國公民服務選擇港澳台居民來往內地臨時通行證，然後按入，有個已閱讀並同意申請須知，如同意請按確認。到港澳台居民臨時通行證，請選擇臨時通行證申領，然後按入，到歡迎登錄。在這裡請你細心看清楚，填寫你們的個人資料。請注意事項有2項：一、要用中國手機號碼來登記；二、如果過海關會去港澳台，必要自己到口岸中旅社辦理。若要1天時間，網上辦理則可以，用來買機票和車票的用途。